各位想喺港島南置業嘅朋友，留意啦！今日同大家介紹真正嘅黃竹坑站上蓋商場直播嘅樓王 Low Cost EI1267，車4房加工人房加獨立的私人電梯大堂，私密度非常高。先講交通，呢度係全港罕有嘅港鐵上蓋私樓，落樓就係黃竹坑站，搭南港島線一個站到海洋公園，2個站直達金鐘，轉港島線或者東鐵線都勁方便。去中環或尖沙咀都係3個站搞掂。揸車嘅話，一條香港仔隧道直插銅鑼灣鬧市，出入無縫銜接，返工消閒都慳返唔少時間。項目坐落南區傳統名校網、小學18教網、中學南區教網，附近有新加坡國際學校、滬江維多利亞學校、聖保羅男女小學、附屬小學等頂尖學府，一條龍升學環境，家長們絕對放心。單位主打深灣遊艇會，一線海景，開揚寧靜。同時樓下就係53萬尺嘅 The Southside 商場，行街、食飯、買餸完全唔使日曬雨淋，低密度園林同豪華會所，令你每日返屋企好似度假咁。想擁有港島南最強地段、最方便嘅生活，即刻 WhatsApp 我哋約睇樓啦！